咁其實大家應該聽到好清楚啦。咁其實警方帶咗一個好強嘅訊息出嚟。咁其實咧就係一個警方嘅高度關注，就係話喺維修市場可能出現嘅一啲不法嘅一啲行為。咁同埋大家都希望大家留意到咧，即係其實等於即係如果我自己細個成日聽到警方係保護大家生命財產，咁其實呢個都好緊要。OK， 咁頭先我做漏咗一個呼籲啊，咁咧其實咧喺你哋嘅台上面咧，唔係喺凳上面咧就係有一張問卷嘅，咁麻煩大家走嘅時候咧，呢張問卷咧就係廉政公署嘅一張問卷，咁就走嘅時候咧就麻煩大家走之前咧填一填咧，咁喺門口嗰度咧就有個盒嘅，咁可以放翻落個盒就 OK 噶啦。OK， 咁嚟到第三個環節啦。咁第三個環節咧就會係由我哋市區重建局嘅樓宇復修高級經理余晨理會同大家講一講咧，就係話揀工程顧問、維修顧問。其實大家做工程做維修咧，其實最緊要咧就係揾到一啲妥當恰當嘅一啲參與者。咁其實成日聽到就話好難揾，同埋頭先兩位講者都有提到咧，喺過程上面咧都多好似唔係好理想嘅一啲情況。咁其實就住我哋市區重建局咧協助一啲舊樓業主做維修咧，都有啲經驗累積咗嘅。咁等間就由我哋嘅樓宇復修高級經理余晨理同大家分享下。我哋請余高級經理，唔該晒。頭先游督察嘅演講咧非常之精彩啊！我聽到咧入邊咧係充滿住誠意嘅，誠意好緊要㗎，知唔知啊？佢好有誠意邀請你哋咧向警方去提供資料。咁我真係班門弄斧啊！有 Sir 嚇，等我又講下我嘅睇法好嘛？嗱，各位，我今日有3節要同你哋分享啊！每一節咧都有個主題。第一個主題咧有少少搞笑，不過你哋唔好太認真啊！我第一個主題係叫做唔好是是但但。嗱，第二節嘅主題咧就叫做前車可鑑。第3個主題咧就叫做造福社群。咁我叫你哋唔好是是但但，即係咩啊？我做事有要求，有要求個肚有要求咧。5月1號咧我就去咗朝頭早咧就去咗紅磡。紅磡咧有一個叫馬頭圍道蕪湖街，咁我走去揾黐飯食啊！咁啊點知咧過馬路嘅時候咧喺個紅綠燈口咧就見到一位軍裝咧就拉住啲藍白帶咧就圍住咗一個喺3樓跌落嚟嘅一個窗。個窗咧我粗略估計咧2尺半到3尺鬆啲啦嚇，大一大隻。咁大一大隻咧，如果揼落我頭度咧，搞唔掂啊！嗱，其實嗰日嘅情景咧就勾起咗我9年前，當我仲喺屋宇署服務嘅時候咧，你記唔記得喺2004年咧，有一個新春啊，農曆年之前嗰個禮拜咧，連續2隻窗跌落街，2隻窗都引起咗人命嘅傷亡。我咧當時喺年卅晚咧就係負責去調查喺堅尼地城北街飛槍殺人事件嘅一個員工啊。嗱，嗰個時候咧係2004年，咁2012年咧強制驗槍就出台啦。嗱，各位，當日我喺5月1號朝頭早，我望住喺3樓跌落嚟嗰個窗。嗱，嗰個窗咧頂底咧窗嘅上面同埋下面有個4腳架。嗱，當時我望上去，因為喺3樓嘛，都睇到好清楚，仲喺度。咁換句話講咧，就係嗰啲柳釘咧就斷咗。咁啊，地心吸力咧就吸咗個窗落嚟，咁啊搭到落去馬頭圍道，係嘛？咁當時我喺度諗啦。如果依棟樓已經係驗完槍嘅，咁嗰個責任，如果引起咗人命傷亡、財產損失，嗰個責任喺邊個度啊？所以啊，各位啊，驗樓驗槍做維修，我覺得做小市民咧、業主咧係必然要做嘅，去確保你嘅樓宇咧係保持喺一個安全嘅狀況底下。但係當你要去選擇驗樓嘅人員，選擇驗槍嘅人員，又甚至乎喺往後要做一個適時維修，去選擇認可人士嘅時候咧，我做一個少少嘅呼籲，千祈唔好是是但但，
要用你嘅大智慧諗清楚乜嘢啊？佢嘅責任，你嘅責任。如果有啲咩唔明白，問政府、問律師，問個清楚，唔好是是但但，得唔得？明唔明白我講咩啊？嗱，第二節咧開始啦，前車可鑑。前車係咩嚟㗎？樓宇更新大行動咧喺2009年咧，阿財爺推出，咁推出嚟做乜嘢啊？去振興，因為金融海嘯嚇。有一個好大嘅經濟上嘅衰落啊，咁想振興經濟，亦都想鼓勵市民咧去做一個適時嘅維修，明唔明白？前車咁前車行咗幾耐啊？前車都行咗一陣間㗎咯喎。不如我哋聽下市民對於我哋呢個基金經理嘅睇法好嘛？嗱，第一張片咧，你見到京都大廈，京都大廈咧就喺駱克道，咁佢哋係第一輪參加我哋更新大行動嘅，咁佢送咗一張叫做咩啊？免炒金牌俾我哋。嗱，講笑啦嚇。嗱，呢個金牌呢個牌匾咧，上面寫住8個字：更生華夏。大家都好明白啦，我哋作為基金經理，更生華夏係我哋嘅責任。點解佢會同造福社群拉上關係咧？嗱，我先賣個關子先，好唔好啊？我喺第3段同你哋深入探討。下一張。下一張咧，其實咧係喺土瓜灣嘅，咁事前事後啦，做起咗㗎啦嚇。咁我哋睇睇片好嘛？翻嚟最後一節嘅新聞，市建局嘅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由下個月1號開始，會覆蓋九龍、荃灣同葵青區，而其他地區嘅申請就會繼續由房協處理。土瓜灣一棟40幾年樓齡嘅舊樓，上年因為外牆剝落等嘅問題要維修，業主立案法團揾顧問費平嘅公司做評估，結果估算嘅維修費係開天殺價。之前嗰個顧問就2萬啦，咁實質佢就都為到1,100萬到至到1000萬，咁至到我而家實質呢一個建築商同埋呢個顧問，咁相爭就係500萬到。針對業主對樓宇維修工程同埋收費唔了解，市建局同房協合作喺前年推出樓宇維修綜合支援計劃，為私樓保養維修提供協助同埋津貼。計劃會分2階段，全部轉交市建局負責。下個月1號起，市建局會先接管原本屬於房協服務範圍嘅九龍5個區、荃灣同埋葵青區，涉及嘅樓宇15000棟。到2015年就會覆蓋全港。到時房協就唔會再提供支援計劃。因應擴展計劃，市建局嘅樓宇修復部未來4年會大幅增聘人手，有現時嘅。各位頭先嗰位係法團主席，佢話咧佢早期咧請咗個2萬蚊嘅顧問，咁做完嗰個樓宇勘測咧就幫佢做個評估、標書制定啊等等啦嚇，就估算咧就1,100萬。咁佢嗰個時候咧又嚟聽咗我哋啲講座，咁覺得咧。呢個世界咧就冇免費午餐嘅，咁所以咧佢就炒咗個2萬蚊嗰個顧問，跟住咧推倒重來咧好僥倖咧去揾到一個正價監工，跟住又加上正價施工。頭先我試下學下佢講咧，佢話實質相爭咗500萬，即係佢600萬都做完個工程，犀唔犀利啊？浪唔浪啊？而家我哋做個民意調查好嘛？乜嘢叫基金經理啊？我俾2個選擇你揀下好嘛？咁第一個基金經理咧就係是是但但、豉油撈飯。你認為呢個係你哋心儀嘅基金經理啊？俾隻手我啊！咦，冇喎。另外一個基金經理咧係乜嘢啊？佢咧好積極把關，去確保咧呢個公帑啊，佢代政府嚟夾錢啊嘛，係嘛？嚟做維修啊嘛。去確保呢個公帑同埋你哋業主喺銀包揞出嚟嗰份咧，都係要每1蚊每1毫咧用喺個維修度嘅。你覺得呢個基金經理係咪你哋心儀啊？如果係嘅話，請你舉隻手俾我。嗱，民意又好清楚啦，不如我哋睇下政府嘅立場好嘛？咁往時我哋聽到嗰個投訴咧，就好多時喺嗰個顧問嗰度咧，就個價錢壓得好低。
咁就從而去到招標嘅時候咧，或許有一啲即係不規矩嘅情況出現。咁我哋都係針對呢啲工作咧，就同房屋協會同埋市區重建局咧，就係俾咗業主嗰個應該佢需要知道嘅知識，就係話呢啲顧問費唔應該太低嘅，太低咧有問題嘅。咁同埋亦都係俾咗業主知道咧，就一般如果係做咁嘅外牆嘅維修啊，或者係屋苑裏邊嘅即係保養咧，應該係乜嘢價錢，等佢心中有數嚇。咁啊，最重要咧就係鼓勵香港更加多嘅承建商咧，就係參與投標嘅工作嚇。咁呢個我哋係得到香港建築業承建商聯會嘅大力嘅協助，佢都鼓勵佢個會員咧要去參加呢啲招標嘅工作，因為只要係多標書咧，咁嗰個即係所謂圍標嘅情況咧就會大大減少㗎啦。嗱，基金經理咧有兩個人喺個膊頭度啊，一個咧就係 ICAC， 一個咧就審計處。佢去確保咧我做嘢咧唔會行差踏錯。嗱，各位喺2009年展開咗樓宇更新大行動，咁個業主都真係請顧問啦，係嘛？咁請顧問咧，我哋好快好短時間咧，因為我哋通盤睇啊嘛，睇1000棟喎，呢個數據都好有代表性啦，係嘛？1000棟睇到啦，呢個社會嘅積集去咗邊度啊？原來咧得幾個人喺度運作嘅啫，來來去去得幾個人喺度運作。咁我哋好擔心啦，嗰個時候咧，我哋就將啲數據咧就交咗俾執法部門 ICAC。嗱，不如我哋睇下咧喺2010年5月嘅一個開標嘅記錄。嗱，全部個名冇晒嘅嚇，冇話過邊個唔啱邊個啱啊！你睇得到啊？全部都係1萬啊、萬零蚊啊、2萬蚊啊，做20個月嘅喎，大佬，做20個月。收你萬零蚊，咁所以咧，我哋有個擔心咧，就出招啦，就出咗一個叫做補充文件2號。嗱，當時咧維修顧問費用咧就一單一宗一件嘅，咁我哋出咗一個補充文件2號咧，要求佢哋咧報一個時工表俾我哋，喺每一個階段咧，將佢嘅人力資源投放啊等等咧，都講得好清楚。嗱，我哋試下睇下，當時有一個未瞓醒，講笑啫嚇。當時未有反應過來嘅一個認可人士報嘅一個時工表，好嘛？佢真係照報喎，2萬蚊，除一除嘅總參加時間，每個鐘頭16蚊。嗱，我泊車喺油麻地，唔知好似都要20蚊一個鐘。咁佢為咗嗰16蚊嚟服務你，定係打咩主意咧？嗱，認可人士嘅來源喺邊度啊？有3個學會：工程師啦、測量師啦、建築師。咁我哋喺2010年5月咧就去拜訪呢3個學會，希望咧佢哋幫我哋打鑼咧，呼籲嗰班已經離開咗呢個市場嘅正價監工咧，重回嚟服務市民。嗱，呢一封信咧就係當時我見建築師學會嘅一位長老啊，長老咧就寫封信俾我，6月2號2010年，佢話俾小弟聽，佢話佢哋嘅執事部咧開個會啦，商討啦，覺得咧6000蚊至45000蚊嗰個時候喺樓宇更新大行動，我哋睇到個費用啊嗰個幅度咧，本會覺得難以置信。嗱，呢個立場性嘅信件嚟㗎，唔係我自己喺度口噏噏㗎嚇。下一張。呢個展報咧，2010年6月26日，小弟咧就喺一封細相度，當時咧ICAC 請咗英國有一個叫做有組織及嚴重罪案調查局嘅外國人過嚟，咁咧就鼓勵咧 ICAC 咧去做一啲叫做積極干預，去防止一啲罪案發生。嗱，當時我帶咗呢2位專家咧去一棟樓嘅樓上。咁我講故事俾佢聽，講咩故事啊？我話俾佢聽，呢棟樓嘅業主咧喺半年前請咗個顧問22000蚊，5個月後工程回標580萬最低標。我哋有個獨立評估嘅喎，因為林鄭同我哋講咩啊？林鄭話要我哋要計一計條數，話俾市民聽，等佢心中有數啊嘛。咁我咪計過咯。我哋計幾多錢啊？330，浪唔浪啊？爭250啊！咁結果呢班法團
好有大智慧，佢哋推倒重來。嗱，當時嗰兩位外國人咧聽故事聽到炒人啦，係咪？今日你哋聽埋全部係乜嘢啊？睇埋下一張片，做起咗啦喎，佢過咗2個月，大約喺10月嘅時候咧請咗個正價監工，過多4個月請埋正價施工，正價監工加埋正價施工，回標價咪就係我哋估個價咯，300幾萬，做起咗啦。我唔係思覺失調啊，做起咗噶啦，得唔得？頭先阿林鄭佢話阿林局長林司長當時佢仲係林局長啊。林司長話咧，佢好多謝一個叫咩啊？香港建築業承建商聯會新參加者，希望多啲新參加者咧可以多啲選擇，令到圍標嘅風險咧就大大減低，得唔得啊？好，下一張。你有張良計，下一張唔該。佢有過牆梯，嗰啲1萬幾千嗰啲咧，喺好短時間咧就全面呢個潮語啊升咧。以前落緊18000嘅平拎白冷，而家落到幾廿萬。你哋作為小業主收到政府嘅命令，而家慘啊！真係慘，你都唔知邊個係邊個，個個都喺度扮緊正價監工。嗱，呢啲只不過係我一個顯示啦，即係話佢第一次回標22000蚊，我哋出咗嗰張時工表，佢嘭嘭聲升到98700，係嘛？有啲係升得少啲，有啲係升得多啲，但係我都唔理佢啦。下一張。各位啊，我哋活在邊度啊？活在香港一個好幸福嘅地方好幸福嘅地方。所以咧，我哋呢度冇黑名單，冇黑名單。我知你哋好想問我啊，有冇黑名單啊？等我揀得易啲啊？冇啊 ，sorry， 冇黑名單，因為我哋有法治，我哋有啊。好啦，我哋咧今日咧喺台面度咧放咗一啲剪報啊，或者係嗰啲雜誌啊。記住攞一份帶翻屋企慢慢嘆，知唔知啊？好豐富嘅嗰啲資料，好嘛？去到嗰封信，呢封信咧係九龍城有25個區議員啊，25個區議員，當中有15位咧，佢咧就急市民所急，喺舊年7月咧就寫信俾政府，問政府咧如何防貪，發現問題如何找廉署或警方協助。我哋今晚使唔使找警方啊？警方喺度，廉署都喺度。我想用呢封信咧帶出一個信息，就係話咧，其實咧喺前線最前線嗰班區議員，其實好早睇到個問題。佢哋服務市民啊嘛，佢哋睇到個問題，向政府要求咧協助，咁政府亦都回應咗嚇。好，下一張，正價監工、正價施工。各位，頭先林鄭講嘅説話，你細細 drop 下，係咪呢8個字？你 drop 下係咪呢8個字？佢話顧問費唔應該太低，太低驚有問題，驚後面有啲不規矩嘅情況出現。佢又叫我哋咧價錢要掌握好，等市民知道，等佢哋心中有數，得唔得？佢又話稱讚咗一個香港建築業承建商聯會，希望咧有新參加者，正價監工、正價施工，唔使喐。各位啊，我第3部分咧我要講快啲啊，如果唔係我俾人紅牌都要講啊，唔好意思。頭先我應承過你咧，我哋探討下咩叫造福社群啦，係嘛？我覺得頭先福建口音嗰位法團主席造福社群，我覺得定安大廈今日出嚟顯示佢哋對警方嘅一個感激係造福社群。我覺得一陣間你哋咁多位帶走我哋今日俾你哋嘅信息，
去講俾你哋嘅左鄰右里、你哋嘅親人，一傳十，十傳百，你哋喺度造福社群。OK， 嗱頭先我咧係去咗青衣啊，青衣咧有個屋苑咧1000幾伙非常之大，非常之大，好似套用有 Sir 嗰句話，肥豬肉係嘛，好大嚿肥豬肉。咁我做咩去青衣啊？我車佢哋嚟，因為好遠路。我記得我喺2010年6月1號晚上咧，我喺跑馬地麗頓山莊嗰個會堂咧有一個講座，我亦都係做同樣嘅嘢。我走咗去土瓜灣，車咗3個法團6個人去跑馬地去聽我哋講座。結果咧，佢哋每一個咧法團咧都最後咧請咗正價監工，亦都完成咗佢哋嘅維修。嗱，各位，我想話介紹下我今日喺會場上面嘅同事，唔同區份嘅。咁好快啫嚇，打個圈。如果你可以擰一擰轉身，揾一揾你相關嘅服務對象就好啦嚇。咁香港區有西環啊、上環喺邊個啊？呢位黃生啊，後面嗰位黃生，一陣間開完會咧捉住佢嗲多兩句，知唔知啊嚇？交個朋友先。灣仔區咧，灣仔區關生，關生捉住佢啦，真係㗎。我哋九龍呢邊咧，葵青啊、荃灣啊，係邊位啊？呢位陳生，記住捉住佢咯又嚇。跟住咧落到去深水埗，鄧生深水埗嚇。油尖旺係邊個啊？油尖旺啊，李生啊，同埋陳生啊嚇。跟住去到紅磡啊、土瓜灣咧，阿李生啊，同埋張生啊嚇。跟住去到觀塘咧，黃生啊。各位啊，如果你哋認住佢哋喎，如果佢哋嘅服務唔到位令到你哋唔係好開心，最緊要揾我喎，因為我想咧，我哋嘅服務咧係一致要到位，得唔得啊？如果你覺得我哋今晚呢個聚會有警方共有誠意，有 ICAC 嘅參與，係嘛？有我哋基金經理嘅服務，你認為呢種嘅模式係可以幫到你哋更加清楚了解維修陷阱，更加清楚了解你哋可以做啲咩嘢去尋求協助？我麻煩你哋講俾政府聽，講俾政府聽，你哋需要呢一種嘅模式，我就一定覺得好安全啦，因為有 Sir 喺大廳，好嘛？各位啊，最後啦，我知道有一位係消防處嘅同事嚟咗，係咪？有冇可唔可以俾隻手我啊？消防處同事，我哋都俾啲掌聲歡迎下消防處同事啊！因為點解咧？消防處同事好有心啊！佢話咧想嚟觀摩下。咁咧，因為點解咧？樓宇消防嘅安全係好重要嘅。香港咧做維修咧，好多業主咧成日都好擔心，哇死啦！一做維修俾人打荷包。唔做啦，唔做，由佢先啦，係嘛？如果你哋知道有市建局帶住你每一步避免咗個維修陷阱，你有冇興趣做啊？你哋會唔會做啊？咁如果做嘅時候咧，就順便做埋佢哋嗰啲消防安全指令咯，唔難㗎。因為點解啊？做之後咧好安心。唔係講笑㗎，我當年咧代表政府咧去聽嘉利大廈火災胡國興法官咧嗰個調查委員會啊，嗰時候我去咗10幾日啊，我學咗好多嘢，我亦都好覺得咧消防員嗰種勇敢咧真係好犀利真係揾條命去救人哋嘅命。咁所以咧，如果你哋可以喺一個廉潔嘅維修底下，將你嗰1蚊用到最盡，做到最盡，唔會俾人打荷包，咁我何樂而不為呢？係咪啊？好啦，如果你今日覺得我口窒窒添，唔好意思，未食飯如果你今日覺得我講嘅嘢你覺得幾啱聽，諗住俾掌聲我請求你哋我哋玩得得意啲，開心啲，唔好俾掌聲我。點解啊？
我想用以下我放低個咪行翻出去嗰段沉默，去表達我哋呢一班小市民共同嚮往做一個廉潔、有誠信、物有所值維修嘅無限期盼。